星級論證。Hello， 大家好啊！咁就嚟到今個星期啦。咁啊話上個星期大家都如果都睇得到白銀都好誇張地創咗歷史新高咁啊，甚至乎有少夾倉嘅一個口味啦。咁其實你大家因為之前睇好白銀啦，因為金銀比啦，其實你而家見到白銀急升之後咧，其實金係相對之後反而係仲有啲落後啊。咁我自己都都臨近年尾啦，都係睇翻繼續睇好隻黃金啦。因為始終你而家個市譬如港股咁樣，我覺得都係一個上落市啦，暫時未有啲咩好特別嘅方向，同埋個成交都比較淡靜啲。反而呢一排就聯儲局繼續減息啦，咁啊同埋大家都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其實可能對聯儲局嘅主席可能鮑威爾甚至乎有啲起訴啦。咁我諗呢一啲都全部都係啲會刺激黃金一啲行為嘅。咁隻金我就會睇隻21114嘅，咁啊就出年嘅9月中到期啦，咁啊就實際槓桿都有成8倍幾，咁就我自己都係同之前一樣，繼續睇好個金。